提供一個8 Rai 嘅高潛力地皮，紫色條紋區域，距離 BTS K 下站綠線只有200米，距離車站本身500米，非常適合用嚟做 Live Hub 同旅行中心等等。你好，尊敬嘅管理層同相關人士，我想呈現一個位於特薩辦邦鋪46號嘅8 Rai 紫色條紋區域嘅高潛力地皮。有一條6米闊嘅路，距離 BTS K 下站只有200米。呢塊地非常適合 TikTok、Shopee 同其他想擴大倉庫同直播工作室嘅高銷售品牌。方便嘅員工通勤，由於員工可以由 BTS 行去佢哋嘅工作場所，所以可以減少員工流動同交通成本。空間寬闊，地塊形狀似金袋。正面45米，深160米，後長85米，可以靈活安排倉庫同裝載區。地理位置優越，連接邦鋪工業區，亦都可以透過綠線接緣，快速到達市中心。如果你公司計劃擴大倉庫，以適應日益增長嘅銷售，我好樂意將土地權益同土地嘅實際相片寄俾你，等你考慮。